今晚係整呢個三文魚炒碎肉瓜。歡迎光臨 Super 廚房，請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脆肉瓜、紅蘿蔔切片，預先清洗乾淨。三文魚亦都切好片啦，跟住落少少鹽。少少嘅黑胡椒，跟住就反轉啲三文魚，再加少少鹽、少少黑胡椒，醃佢大約15至30分鐘。開大火落油，個鑊已經煮熱咗啦。咁我哋放啲薑片落去，將薑片爆香，聞到啲薑片嘅香味。咁我哋放啲三文魚落去，等佢喺個鑊度煎一陣。見到啲三文魚肉都開始有少少變色啦，咁樣我哋就反轉啲三文魚，再煎多佢一陣。影片睇到嚟呢度，麻煩你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，有你哋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動力。啲三文魚兩邊都煎到卜卜脆啦，咁樣我哋可以將佢甩起。用返同一隻鑊，放啲脆肉瓜同埋紅蘿蔔落去，用鑊鏟將佢兜勻。快炒佢一陣，跟住就可以加入少少水，冚蓋將佢焗1至2分鐘。話咁快已經過咗1-2分鐘啦，咁樣我哋就打開個蓋。加入少少鹽，少少嘅黑胡椒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再將頭先煎好嘅三文魚回鑊，用鑊鏟將佢兜勻，咁樣就可以將佢分起啦。一碟香噴噴嘅三文魚炒脆肉瓜，咁樣就完成咗啦。睇完片之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